中国的鸟禽清早爱出国去拼外交，29日时，共有2只鸟禽奉送去西班牙，要伫西班牙待10年。另外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嘛，和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，即马因有签保护合作协议，已经有选好一对鸟禽要送去美国，所以即马中国和美国的鸟禽外交会当继续。 鸟禽今起甲自由坐专机来到西班牙马德里，伊将会伫咧遮待10年。来到青训的新环境，拄行出来时阵有淡薄潮毒，尾仔就开始四过看四过数。对因来的饲养员甲兽医专家会伫遮停3个月，陪因检疫，适应新的环境，也有新的饲养员。西班牙甲中国伫咧2007年签合作协议，促进两国之间对濒危物种甲生物多样性的保护。合作17年。 成功繁育出6只大鸟禽，西班牙也是欧洲伫咧鸟禽国际合作成果上好的国家之一。鸟禽身躯顶的毛，袂输敢若是乌目壳、乌鱼孔、满乌颔棍，也个四肢骹像乌尾啊，看起来真古锥。中国也借着鸟禽甲真侪国家活动，进行营送的，这嘛是巡回展览甲造就，最共有一队搁要去美国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云川和新宝。 已被选定赴美国的圣迭戈动物园。中美双方专家已开展多次实地的评估交流，将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要求和技术标准，积极做好筹备工作。今年年初，中国甲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、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签新的大鸟禽保护国际合作协议，也正伫咧甲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、奥地利维也纳动物园伫咧谈新的合作计划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